點解你愈客氣，人哋就愈蝦得你起？好多人行足大半世都冇拆穿人性呢層最殘酷嘅底，成日聽長輩教落，做人要謙厚，要禮讓，凡事留3分情面，唔好同人家硬碰硬。於是由細到大養成習慣，同人相處句句唔該，次次退讓。人哋開口託你幫手，明明自己手頭堆到滿晒，分身乏術都硬住頭皮應承。人哋隨口監你着數，借你銀紙唔主動還，搶你手上嘅功勞，當眾拿你開玩笑踩低你，你都仲要擠出笑容話冇所謂，唔使介意。甚至有人無端端對你冷言冷語，陰陽怪氣親你，你第一反應唔係維護自己，反而係反省係咪自己邊度做得唔夠周到，仲主動放軟姿態去討好對方，諗住靠客氣同忍讓換返人家嘅尊重，到最後先至發現你愈係放低身段遷就，身邊人就愈唔將你放在眼內，小事踩你，大事壓榨你，唔單止唔會感恩你嘅包容，仲會覺得你天生就係軟柿子，點搓點捏都唔會反抗。今日得寸進尺，叫你做多啲雜務，聽日理所當然佔你便宜。一旦你偶爾唔肯妥協，佢哋反而調轉個頭指責你小氣，唔識做人，翻臉無情。呢種委屈我岑日飛活過幾十年，職場、街坊、親友圈子全部見盡，身邊無數老實本分、心地和善嘅朋友，個個栽喺過度客氣呢個死穴度。今日我唔同你講虛浮雞湯，唔講啲教人即刻發爛渣同人大吵大鬧嘅偏激說話，反而同你拆解透呢件事背後嘅人性邏輯，再同你講透一套唔使當眾反面，唔使同人家撕破面皮，但殺傷力遠超爭吵嘅內斂。處事方式只要你吃透當中分寸，往後無論職場返工、屋企親戚往來、街坊鄰里相處，再冇人敢隨便睇小你、肆意蝦你。我哋先沉落心，諗清楚背後嘅根源。好多人簡簡單單將所有欺壓歸咎於身邊人心地刻薄、世道涼薄，其實只係睇到浮出面嘅皮毛。人心入面本來就藏住一套趨利避害嘅本能，唔分貧富，唔分學識高低，任何人同旁人打交道，潛意識都會默默計算同對方相處需要付出幾多成本，又能夠撈到幾多好處。當你時時刻刻擺出一副過度客氣嘅姿態，等於不停向所有人釋放一個好清晰嘅信號，話俾人聽你本身冇穩固底線，唔敢主動表露自己嘅不悅。就算對方出言冒犯，隨意佔你着數，你都只會一味退讓，根本唔會做出任何反擊。咁同你相處，對於其他人嚟講，幾乎零代價，隨便拿捏都唔使擔心要承擔後果。換住個角度，將自己擺入去。如果你長期面對一個永遠唔識拒絕、永遠不計較得失、永遠主動放低姿態遷就你嘅人，你慢慢都會放鬆自己待人嘅分寸，不自覺將自己堆住嘅麻煩、心底入面嘅負面情緒全部推竄落佢身上。呢個唔係邊個天生心地壞，係刻喺所有人骨子裏嘅生存慣性。人際關係從來都唔係單方面付出就有對等回報嘅慈善事，每一段來往本質都係持續拉扯嘅平衡博弈。一旦你單方面無限度退讓，天平自然會徹底傾斜，將你死死壓喺弱勢嘅一邊，任由旁人隨意擺佈。講多啲香港人日日親身經歷嘅真實場面，大家先至更容易共情。寫字樓返工嘅日常，相信好多人都深有體會。辦公室入面總係有一班專識卸責推活嘅同事，偏偏揀種待人永遠客客氣氣嘅老實人落手。有個後生仔當年入職3年，無論對上司定同輩，句句說話都帶住遷就。同事落班前先至塞一堆唔屬於佢本職嘅雜務過嚟，叫佢幫手影印、整理成堆報表，留低加班收尾。就算佢本身手上嘅項目已經趕交到喘唔過氣，都唔好意思開口推搪。開會嘅時候，有同事偷晒佢熬幾晚諗出嘅完整方案，轉頭走到上司面前邀功，佢見到都淨係淡淡笑下，開口話冇所謂，大家一齊做嘢，唔使分得咁清楚。茶水間休息嘅空檔，
成班人圍住拿佢嘅身姿資歷、處事方式開玩笑，句句說話都帶刺，明裏暗裏踩低佢，襯起自己，佢仲要主動陪住笑，緩和現場氣氛，唔想場面變得尷尬。久而久之，全間辦公室上下所有人都形成咗固有印象，認定佢唔識 say no。所有冇人願意接手嘅麻煩項目、臨時緊急加班、其他人甩底留低嘅爛攤子，全部一股腦塞到佢手上，做得圓滿，冇半個人開口多謝。只要過程當中稍有疏漏，出少少差錯，所有責任同黑鍋即刻全部推落佢身上。有一次佢屋企有急事要提早走，清清楚楚同託佢加班嘅同事講明，今次實在幫唔到手。點知成班人當場面色即刻轉冷，背後不停喺度議論，到處講佢性格古怪，為人小氣記仇。往日幾年無數次不計回報嘅幫忙，一瞬間全部被抹得一乾二淨。點解會落到咁難堪嘅地步？歸根到底就係長年累月嘅過度客氣，慢慢洗腦身邊所有人，令佢哋默認你嘅付出係理所當然。你能夠承受嘅底線無限壓低，一旦你打破長久以嚟忍讓嘅固有形象，所有人反而會顛倒黑白，將所有問題歸咎喺你身上，完全唔會反思自己過往係點樣持續壓榨你。走出辦公室，返到屋企家族圈子，逢年過節聚餐嘅場面，同樣會見到一模一樣嘅處境。有啲晚輩天生孝順謙厚，面對長輩、堂兄表姐，永遠事事遷就妥協。親戚開口借周轉資金，唔問還款期限，唔寫任何字據就即刻轉賬過去。家族聚會上面，長輩同同輩當眾拿佢嘅薪資水平、婚姻狀況、屋企環境比較，句句說話都係踩佢。生活過得不如意，佢唔會出聲反駁，一味客氣回應話自己仲要多多努力，仲主動圓場，唔想大家氣氛唔好。親戚成日將自己仔女塞過嚟要佢託管，託佢出去排隊買限量貨品，跑政府部門代辦手續。每一次佢都爽快應承唔會推。時間一耐，呢班親戚唔單止半分感激都冇，仲會覺得佢天生好氹。但凡有任何麻煩事，第一時間就候到佢頭上。一旦有一次佢真係分身乏術，滿足唔到對方要求，即刻喺家族群同街坊鄰里閒談嘅時候抹黑佢，開口就話佢賺多錢就忘本，發達之後目中無人，半句都唔會提起。過往10幾年佢不計得失嘅幫忙付出，好多人身處呢種局面都會委屈到眼紅紅，不停質問點解自己掏心掏肺待人，到頭來換返半分體諒。其實問題從來唔係親戚本身冷血無情，係你自己長年無底線嘅客氣，親手剝奪咗自己值得被尊重嘅資格。每一次主動放低身段遷就，都係潛移默化教識身邊人，唔需要顧及你嘅感受，唔需要同你維持對等嘅相處分寸。就算放喺日常街坊鄰里、普通朋友短暫交際入面，呢套邏輯都完全適用。有啲人行街買任、搭港鐵、落鋪頭消費，面對任何人都過分謙卑，店員擺款怠慢佢，街坊借走佢物件長期唔歸還，朋友臨時爽約仲理直氣壯，反過來怪佢唔識遷就，佢全部都用客套笑容掩蓋心底入面嘅唔舒服，唔敢直白表露自己嘅不滿。時間耐咗，身邊所有人都會拿捏到佢唔會輕易發火，遇事唔需要顧及佢嘅情緒感受，有事需要幫手就即刻慨佢，冇事嘅時候就將佢擺埋一邊，唔放在心上。仲有啲心腸唔好嘅人，專登喺眾人面前拿佢開玩笑，刻意貶低佢，抬高自己。9成9陷入呢種困境嘅人，歸根到底都係自身過度客氣一手造成。好多人聽到呢度會反駁：有禮貌唔係從小教落嘅傳統美德咩？點解安分守己待人有禮，反而要承受無盡委屈？呢度我哋一定要分清楚一條界限。得體適度嘅禮貌係刻喺身上嘅修養，係同人平等相處、彼此尊重嘅基礎。但毫無底線、一味退讓嘅過度客氣，根本唔係修養，只係自我貶低，
主動削弱自身氣場嘅軟弱，兩者本質天差地別。太多人混淆咗當中分別，將一味忍讓包裝成善良有禮，到最後只能夠自食苦果。再往深一層諗，長期過度客氣會從好幾個維度慢慢消磨你喺人群入面嘅話語權同存在感。人與人面對面對視交談嘅瞬間，氣場強弱直接決定對方對你嘅態度。如果你開口每句都帶住歉意討論事情，永遠優先遷就對方意見，對方語氣稍為重少少，你就下意識縮開讓步，口裡面不停循環對唔住、麻煩晒、唔好意思。每一次卑微措辭輸出，都無形將自身氣場往下拉。氣場一旦持續薄弱，旁人望住你嘅眼神自然會帶住幾分輕視，同你溝通嘅時候語氣分寸亦都唔會收斂。對比一啲處事不卑不亢嘅人，佢哋同樣待人有禮，但唔會無端端自我貶低退讓，唔會芝麻綠豆小事都不停道歉，講話節奏平穩，對視眼神堅定，唔會為咗討好旁人無端陪笑。身邊人同佢相處嘅時候，下意識就會收斂輕浮態度，唔敢隨便出言冒犯。呢種氣場上面嘅差距，從來唔係靠外在外形、存款、財富決定，係長年累月相處模式慢慢堆砌而成。日日以卑微客氣示人，等於日日親手瓦解自己身上嘅底氣。時間一長，自然淪為群體入面最容易被忽視、被壓榨嘅對象。人同任何人建立關係，心底入面都會不停試探對方能夠接納嘅底線。第一次輕微冒犯，你揀選客氣，忍讓唔出聲，對方就會默認呢個尺度你可以承受，下一次冒犯嘅力度一定會加重。第一次借走你嘅資源唔回報，你仲係客套唔追究，對方就會認定佔你便宜，唔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第一次當眾貶低你，你仲陪住笑化解尷尬，對方就清楚你唔會主動為自己發聲，往後只會變本加厲，跨過你所有底線。呢個就係大家常講嘅破窗效應。一間屋有一塊窗，玻璃碎裂唔及時修補，好快所有窗戶都會被人打碎。人際關係入面嘅邊界都係同一套道理。你用無止境嘅客氣，主動鎖死咗同旁人劃清界限嘅渠道，唔敢拒絕，唔敢表露不悅，唔敢直白講清楚邊啲事自己接受唔到，等於放任旁人隨意闖入你嘅私人邊界，不停消耗你嘅時間、情緒同切身利益。等到你忍無可忍，想做出反擊嘅時候，所有人反而會覺得係你無端生事，皆因長久以嚟你從來冇建立過清晰界線，所有人早已習慣無底線對待你，根本唔會意識到過往種種行為已經持續不斷傷害緊你。仲有好多人會走入一個誤區，以為待人愈客氣就愈容易收穫旁人認可。現實往往完全相反，社會入面絕大部分人評判一個人嘅價值，從來唔係睇對方對自己有幾好，而係睇對方有冇屬於自己嘅處事原則同稜角。一個永遠遷就所有人、永遠唔識拒絕嘅人，喺旁人眼中會自動貼上冇主見、容易拿捏、自身價值低微嘅標籤。哪怕你本身能力出眾、心地善良、樂意主動幫人，都唔會有人正視你每一次付出，皆因你將自身善意變得太過廉價，隨叫隨到、有求必應嘅好意，永遠唔會被人珍惜，反而係懂得把握分寸，守住自身底線，只對值得嘅人釋放善意，先至會被旁人看重尊重。舉個簡單職場例子，同樣願意分擔同事手上工作，有個人分得清公司邊界，超出本職範圍，損耗自己休息時間嘅請求，會溫和但唔動搖，立場婉拒，只喺合理範圍入面伸出援手。辦公室所有人都記掛佢每一次幫忙，遇事亦都會主動諮詢佢意見。另一個人唔分場合、唔分輕重，任何人開口求助都全盤接納，日日犧牲私人時間加班幫其他人收尾。到頭來，所有人只覺得佢做呢啲係分內事，唔單止半分感激都冇，仲會不停加碼
壓榨佢嘅精力，兩者釋放嘅善意分量一樣，但收穫嘅尊重天差地別。核心分別就在於前者唔會靠卑微客氣討好旁人，懂得守住自身價值；後者用無止境退讓，將自己嘅善意變得一文不值。講到呢度，好多人心底已經急住想知答案。既然過度客氣只會招嚟持續欺壓，咁當自己俾人睇唔起、刻意刁難壓榨嘅時候，係咪要即刻同對方反面，當眾炒大鑊先可以檢反自身尊嚴？呢度就係今日最關鍵嘅核心。但凡感受到被輕視、被刻意針對嘅一刻，千祈唔好即時反面。好多老實人壓抑委屈耐咗，一旦忍唔住情緒即刻爆發，當眾同對方爭執，講傷人嘅說話，徹底撕破所有情面。表面睇落好似當下吐出一口悶氣，實質背後暗藏無數得不償失嘅隱患，仲會白白留低把柄落喺旁人手上，轉頭變成大家口中脾氣暴躁、唔識大體嘅怪人。原本道理完全站喺自己一邊，最後反而陷入處處被動嘅局面。細細拆解當中暗藏嘅弊端，大家就會明白點解真正識做人嘅高手受委屈嘅時候，永遠唔會當場翻臉。一旦當場情緒失控，同對方反面，所有人嘅注意力會即刻調轉焦點。原本錯嘅係對方無端失禮，刻意踩低你，不停壓榨你，道理100%企喺你呢邊。但只要你當眾發脾氣，大聲爭執，在場所有人唔會追究對方之前種種過分行為，反而只會議論你點解咁小氣，小事就控制唔到情緒，仲會有人拎住你平日溫和嘅形象做對比，隨口講句佢平時咁好脾氣，今日突然大發雷霆，唔知係咪自己心胸狹隘唔容人，原本做錯事嘅人反而可以扮成受驚嚇嘅受害者，四周圍同身邊人訴苦，到處散播對你不利嘅言論，到頭來所有人都會顛倒對錯，好似從頭到尾係你無理取鬧。辛苦經營多年，和善穩重嘅形象一朝盡毀，往後身邊所有人同你相處都會多一層防備心，刻意疏遠避忌你，為咗一時情緒宣泄，換來長期人際隔閡，實在得不償失。好多職場、親戚、街坊圈子裏面嘅關係，唔係一次衝突之後就可以徹底斷聯，往後仲要長期見面、頻繁對接、打交道，當場反面、撕破面皮，往後日日碰頭，氣氛都會僵到極點，對方仲會記恨喺心，暗地裏處處針對你，喺背後捏造謠言，抹黑你，搶奪你手上資源，凡事刻意設伴阻礙你進度。短期你好似宣泄咗積壓已久嘅委屈，長遠落嚟就要持續承受對方暗中嘅報復刁難，無端為自己生活工作增添一大堆沒必要嘅阻礙同麻煩。真正識權衡利弊嘅聰明人，處理矛盾從來唔會一次性將所有後路完全堵死，適當留低緩和空間，唔代表繼續一味忍讓，只係揀一套更高明、唔會反噬自身嘅方式去回應所有針對同輕視。人喺憤怒上頭嘅瞬間，理智會完全退散，腦海入面淨係剩低宣泄委屈嘅念頭，唔會仔細斟酌每一句說話嘅分寸，隨口就會講出踩對方痛處、過火傷人嘅言論。呢啲失控時刻講出嘅過激說話，會變成對方往後拿捏你嘅永久把柄。只要有一次當眾情緒失控，往後無論對方點樣變本加厲刁難你，只要你想坐低講道理，對方都可以拎返當日你發脾氣嘅片段反駁，開口就話你性格偏激衝動，講出嘅觀點唔值得信任，直接剝奪你好好說理嘅資格，等於親手遞上武器俾全心針對你嘅人。往後每一次交涉都處處受制於人，完全冇翻身餘地。好多人聽到呢度難免陷入兩難境地，唔可以再無底線客氣忍讓，又唔能夠即時當眾反面發脾氣。咁遇到旁人刻意睇小、肆意壓榨自己嘅時候，到底有咩穩妥、殺傷力足夠強，仲唔會反噬自身嘅應對方式？活咗幾十年，
見盡各行各業各種人際糾紛，慢慢沉澱出一套不動聲色嘅處事邏輯。唔需要大聲爭吵，唔需要當眾撕破面皮，全程保持得體冷靜，唔會留低任何話柄俾旁人捉住，但可以循序漸進重建屬於自己嘅清晰邊界，慢慢抬高自身氣場，令所有曾經輕視壓榨過你嘅人主動收斂輕浮姿態，唔敢再隨意出言冒犯。時間耐咗，仲會發自內心對你多幾分敬重。整套應對思路層層遞進，由穩住邊界氣場開始，慢慢抬高自身價值，每一步都貼合香港人日常返工、走親戚、同街坊相處嘅真實場景，有現成可以直接套用嘅應對語氣同溝通邏輯。只要慢慢吃透每一處細節，從今往後徹底擺脫人善被人欺嘅死循環。最先要調整嘅係日常同所有人溝通嘅語氣同措辭，斬斷習慣性嘅卑微道歉同無意義客套，學會唔帶半分歉意咁婉拒所有損害自身利益、超出自己承受極限嘅請求。呢一步係扭轉局面最基礎嘅根基。大部分長期受人欺壓嘅老實人，最大通病就係下意識道歉、下意識遷就。明明整件事唔關自己事，都先開口講對唔住。明明心底完全唔想應承幫忙，都唔好意思直白拒絕，只能夠硬住頭皮妥協遷就。想徹底改變現狀，第一步就要戒掉口頭禪入面循環出現嘅對唔住、麻煩晒、唔好意思、唔該晒。得體禮貌唔需要靠不停道歉堆砌，日常道謝一次足夠。唔好做任何小事都再三放低姿態致歉。就拿辦公室場景舉例，臨放工同事先至將佢本職報表推過嚟，叫你幫手完成。以往習慣客氣退讓嘅時候，好多人會開口話唔好意思，我今日手頭都堆好多工作，但既然你開口求助，我盡量加班幫你搞掂，辛苦你信得過我。成句說話從頭到尾都充斥住退讓遷就，聽落就好似你好樂意承接額外工作，對方自然次次都敢將麻煩推過嚟。換一套穩住邊界嘅溝通語氣，全程語調平穩，唔帶半分情緒起伏，直視對方雙眼清晰，講清楚立場，話呢份報表本身屬於你本職範圍，我今日手上嘅項目都要趕喺今日交，實在抽唔出多餘時間協助你。你早啲規劃好自己嘅工作進度處理，會穩妥好多。講完呢段說話之後，唔需要再多做多餘解釋，唔需要主動道歉，亦都唔要額外補充安撫對方情緒嘅說話。無論對方之後不停游說扮可憐，抑或略帶指責話你唔肯幫手，做人唔夠大方，你都只需要重複一次自身立場，唔會被對方嘅說話帶偏情緒。更加唔會因為對方幾句軟言軟語就心軟妥協。好多人會擔心咁樣直白講清楚立場會令對方唔開心。其實真正在意你感受嘅人，唔會不停將自身責任轉嫁到你身上，一味顧及對方情緒委屈自己，到頭來只能夠換嚟得寸進尺嘅壓榨。適度守住自己嘅邊界，從來都唔係待人刻薄，只係學懂尊重自己嘅付出。同時間調整好日常溝通措辭同拒絕嘅姿態之後，就要慢慢調整自己待人接物嘅氣場節奏。好多人平時同人傾偈習慣全程陪笑，對方講乜都點頭附和，就算對方講出冒犯自己嘅說話，都即刻轉移話題，完場避免衝突。長久落嚟會令旁人覺得你毫無立場，隨意調侃都唔會有任何後果。往後同人相處，唔需要刻意繃緊面孔，擺出生人勿近嘅姿態，只係減少無意義嘅附和笑容。對方發表意見嘅時候，唔需要句句點頭認同，有唔認同嘅地方，唔需要即刻出聲反駁，但亦都唔好盲目迎合。對視嘅時候，保持眼神平穩接觸，唔好對方一提高聲調就下意識縮開視線。同人交談，放慢自身語速。唔好急住搶說話，唔好急住道歉安撫，語速平穩沉穩本身就自帶底氣。哪怕面對長輩、上司、資歷比自己深嘅人，
都唔需要刻意放細聲線、彎低腰、放軟姿態。禮貌係平等相待，唔係單方面自我貶低。慢慢調整呢啲細微嘅肢體同語言習慣，身邊人能夠直觀感受到你身上氣場嘅轉變，唔再好似從前咁容易拿捏。出言調侃，託你做額外雜事之前，心底都會多一層顧慮，唔敢再毫無顧忌將所有麻煩推落你身上。好多人忽略咗呢啲細微習慣嘅影響力，總以為要做出好大動作先能夠改變旁人對自己嘅觀感。其實日常每一次對視、每一句說話、每一個笑容，都喺默默塑造你喺旁人心中嘅定位。細微之處日積月累，慢慢就會徹底扭轉過往軟柿子嘅固有標籤。穩住邊界同氣場之後，最關鍵一步係抬高自身不可替代嘅價值。好多人一味靠無底線討好換取人際和睦，卻忽略咗人際關係入面最核心嘅邏輯。所有人願意發自內心尊重一個人，從來唔係因為對方對自己有求必應，而係呢個人身上有旁人需要難以替代嘅價值。長期將自己嘅時間精力免費奉獻出去，只會令旁人覺得你嘅付出唾手可得，自然唔會珍惜。往後無論職場定私下交際，學會將自身精力投放喺提升自己能力、經營自身生活上面，唔好將大半私人時間消耗喺幫其他人處理雜務、應付旁人無謂請求度，反攻就專注打磨本職專業能力，做出亮眼成績，令上司同事明白好多關鍵工作離唔開你。私下經營好自己嘅生活，培養屬於自己嘅興趣圈子同規劃，唔好旁人一召喚就放下自己手上所有事即刻赴約。當你身上有屬於自己嘅閃光點同不可替代嘅價值，旁人同你相處嘅時候，自然會主動調整相處分寸，唔敢隨意出言輕視，隨便壓榨你。皆因佢哋清楚，如果持續冒犯你，日後有需要你協助嘅時候，就唔會再得到你嘅援手。呢種建立喺自身價值上面嘅尊重，先至係穩固長久，唔會因為一次拒絕就即刻翻臉。對比靠一味客氣討好換返嘅短暫和氣，兩者差距一目了然。好多老實人本末倒置，一味犧牲自己成全旁人，以為咁樣可以收穫真心相待，到頭來只係損耗自己，貶低自身價值。唯有先顧好自己，抬高自身份量，先至能夠令身邊人主動收斂分寸，唔再隨意蝦你。